你我，啥人会当了解我上帝？除你我，啥人来成做我的安慰？除你我，除你我，你的电话无法给。除你我，你的情话不能相比。除你我，啥人会了解我上帝？除你我。虽然我的肉体，甲我的心肠，渐渐地消退，总是上帝是我心肝的归来，是我的福音的导引我。哈利路亚。 独立我，主耶稣，独立我，一时我的救主，独立我，拢知我的苦难，我的切问题，独立我，无啥人能讲出我的爱。 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你会带领伫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一生中的路途无在，虽然经过一个黑暗、一个困难来为你归类攻击我，但是我有迄个确信，你是我的接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也是我的溃烂的帮助，主啊！ 我每一天来思想你恩典的时，
阮知，阮确实知，除你以外，伫天顶我拢无别个。除你以外，伫地上阮拢无老乡。除你以外，谁会当了解阮的上帝？除你以外，谁通来正做阮爱？主啊！你会看到你的教会，一只是你20年，我若看到这恩典，这祝福，我感谢而你，阮知一切拢归你啦。阮每一个当信兄弟姊妹，伫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恩典，敢毋是亲像这条丝瓜共款？除你以外，除你以外，除你以外，你的我拢无别个。除你以外，你的情我有来请你。除你